Hello，nhớ容易种朋友晓得，那你要找到猛子给值得在车逛，晓得也可以火锅店吃呢。哎呦，弄的虽然老呢，但是这个呢，弄老师然后交杯多找那个对钱呢，哦，那是荣高哦，那是荣高，所以现在这个龙小张老师了，就被介绍我们这路对钱呢，那个对这没理解，大概的介绍我们这的呢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带我们崇州苗族迁徙路云南的王光同胞，到了我们松头有名的风景名胜区，叫做板梅五组响水渡苗寨，看我们的梯田风光。这个地方一直下去到我们的县城有个10多公里，全部都是梯田层层呀，这个一路都是雄奇的风光苗寨鳞次栉比，一直沿河而下。风光非常的优美，特别是这个雨天，云遮雾绕，犹如仙境一般。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同胞，回到我们的苗乡来旅游只要天下的苗族来，我们都欢迎。就到了我们这个地方，就像回家一样的。对，我走，谢谢大家。龙老师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情，这几天是到处带我去玩，哎呦！所以我们这里就看不够的美景，对，天公不作美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们确实会有更多的视频、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。对，那就是地的呢。哦，那你要播送之中，播地的那个呢，播地的呢要爆火了。用对球，那是中国后呢一路炸，后呢我们靠地抽。你靠地落後呢，然後呢豆杯節地後呢，豆杯節地後呢，冇落後呢，我搬着呢，我搬都搬着了，太中高了。所以這個呢，如果的沒機會、沒時間，實在一定要多對前呢到到着，那你要這個貴州松頭那對你佢哋夢來中。然后风景呢也很容风景很容，所以没时间也希望上来到对前的大王者小辈对前的各地风的。